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昨正式来就任，两番的论述引发着注目。赖清德咧就职的演讲，讲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无搁宣布独立的必要。中国的学者认为，这个讲法就是咧讲一边一国，这互两岸政治的矛盾更加无法度来调和。赖清德进前讲，家己是务实的台独的工作者。嘛来引发着外国媒体的讨论。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就来讲，美国官员对赖清德自称是务实的台独的工作者有疑虑。那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直接来发话，不管是显性的台独，或者是隐性的台独，拢是台独。真想要知影，什么叫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？甲应信接来，副总统赖清德成为新任民进党党主席。务实的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。讲到台湾独立，互外国媒体真紧张。美国的中国专家甲赖宜顶人表示，美方无真熟悉赖清德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搁捌讲赖清德独派立场搁较激进，可能会互两岸的关系更加紧张。我们作为一个民主的政党，我们当然是祝福赖清德主席。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，更是国际认证的台独工作者。我想，这是新任的赖清德主席必须要给全民的一个答案。以民进党党主席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，他论述的是一直以来民进党的这个两岸政策。你说跟蔡总统有没有不一样？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，因为蔡总统讲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民进党立委强调，赖清德的两岸路线就是错规乱随。在两岸的关系未来所走的方向，就是蔡英文总统的路线，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。民主定义应该爱反对威权主义啦。台湾，咱是不是应该具体讲出和平保台？对原本的务实台独，到遵守蔡总统的两岸路线，去年底佫发出和平保台，路线愈来愈活中间。赖清德上任了后，所来要拼2024，伊的两岸论述嘛影响到台湾和中国的敏感神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